有關愛隊支援長者同照顧者計劃擴展到全香港呢件事呢，我哋而家請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李世榮議員。李議員你好。主持各位聽眾大家好。就住呢個議題，頭先我哋就同另一位議員呢阿林素蔚呢就傾緊嘅，咁佢就關注到嗰個關愛隊嗰個叫做服務期嘅銜接問題啦。咁另外呢，我都同佢傾到關於嗰個叫做資料庫嘅事啊。咁議員就好關心嗰個有關嘅資料庫究竟幾時會整到，個進度如何咁樣嗱。我想請教你心目中呢個叫資料庫有啲咩資料咧？其實應該要嗱，我比較關心就係要有一啲服務對象嘅佢嘅狀況啦。譬如特別係一啲照顧者啦，佢照顧緊嘅係啲咩人啦？佢個被照顧者個身體狀況啦。佢自己照顧者佢自己嘅一啲自己身體狀況咧都要有嘅，咁就會最理想咯。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想利用呢啲資料庫咧，係作下一步一啲嘅支援嘅。咁啊，大家睇翻過去有一啲社會嘅慘劇咧，照顧者就係頂唔受呢啲嘅壓力咧，而發生一啲慘劇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希望咧，了解佢多啲，睇下點樣可以作出一啲針對性嘅支援，幫到佢哋。咁佢哋真係有困難嘅時候咧，可以提出援手咯。嗱，如果嗰啲目標對象咧，佢已經係接受緊社會福利署或者有關嘅社福機構係提供服務俾佢嘅，咁啊自然有人已經幫緊佢啦。咁而家關心嘅就係嗰啲佢又唔其實有需要，但係佢又唔知道有人可以幫到佢嗰啲人啊嘛，係咪？咁嗰啲人你又點攞到嗰啲資料咧？就係所以我就關心你想知道乜嘢資料嘅。嗱，所以咧點解其實關愛隊去上門拍門啊等等咧，其實當其時我都係有份建議嘅。係啊，因為咧其實我橫睇掂睇政府任何一個部門咧單位咧係做唔到一個咁密集式嘅緊密式嘅一個上門接觸。咁因為話明呢啲係隱蔽啊嘛，一定要主動上門去揾㗎啦。因為政府又冇資料喺度過去，咁所以無奈只能夠去運用關愛隊去協助啊。咁但係咧，剛才你都有講啦，一啲資料其實政府已經有㗎啦。嗱，正正就係呢樣嘢咧，其實我哋琴日開會嘅時候咧，我都再次要求咧，社會福利署咧係要盡快將呢啲資料咧係撥入去呢啲資料庫裏邊嘅。因為今日咧我哋都有睇過，其實申請緊呢個保障金嘅人數咧，講緊長者咧都有100幾十萬嘅人嘅。OK， 另外照顧者津貼咧，都有1萬人申請緊嘅。我呢啲其實正正就可以放落去資料庫。其實資料庫有咗之後呢，下一步可以將佢分開全港400幾支關愛隊嘅小區，讓關愛隊呢可以有呢啲名單上去探訪下呢一班先。OK，雖然呢一班唔係隱蔽，但係佢哋有機會係高危嘅。OK， 咁所以咧，無論高危又好，隱蔽都好，呢個係我哋最想可以透過資料庫咧，盡快可以咧係伸出援手幫佢哋嘅。其實我聽到你講到呢度咧，我反而就會覺得咧，關愛隊唔係淨係攞資料庫裏邊嘅資料，而係幫手去建造呢個資料庫啊？會唔會啊？拍完門之後咧，就知道阿陳老伯佢係需要人幫手嘅，將佢嘅資料，將佢有關狀況擠入去個資料庫嗰度啊？會唔會係咁啊？其實同意噶，因為大家可以邏輯問題就係關愛隊上門就係佢接觸到呢一班嘅人士，有需要人士，就係佢可以攞到第一手攞到呢啲資料啊嘛。係咁後續攞到資料就係後邊一啲嘅data input 嘅工作嘅啫。係即係話咧，當局係要建立一個資料庫嘅框架。係咪？咁然後有一啲已經有嘅資料，例如係嗰個喺個公共房屋嗰個住戶名冊裏邊有知道邊啲幾多咩年紀嘅咩人噶嘛？咁呢一部分現成嘅啲資料啦。另外敲完門之後，認識到嗰個屋裏邊嗰個長者，佢係邊個照顧佢之類，呢啲資料又會輸入去嗰個資料庫啊嘛，應該雙向而行，係咪啊？雙向而行啊嘛，唔係一味吞大伸嚟手問政府攞資料，咪攞資料。喂，你自己都要揾資料，你自己營造啲資料、製造資料啊嘛，係咪啊？冇錯，但係而家咧，先講政府自己有嘅資料啦，因為咧佢就話私隱關係就打唔通。係咁，我琴日都建議過佢啦，咁你咪翻轉頭咯，希望嗰位即係接受服務、接受政府一啲可能係睇醫生等等嗰啲嘅，去簽一張同意書。可以共用咯，因為我哋得一個特區政府啫嘛，你不同部門係咪可以做多一步就已經可以打通呢啲資料咧？OK， 咁有資料啦，當冇資料嘅 OK，
關愛隊上門去揾去了解嘅，咁人手所限啦，一定要增加人手嘅。因為睇翻咧呢一個嘅計劃嘅試點南區荃灣呢，嗱兩區其實係細區嚟啫，同沙田元朗嘅比較，70萬人口一個區嘅比較咧，都相差可能一倍噶。咁所以呢，佢哋用咗1年時間呢，只係探訪咗7000戶，即係成功探訪7000戶。真正轉介嘅數目呢係1200個。咁我認為呢應該係唔止呢個數嘅。因為嗰個講緊係幾十萬人口，你點會得咁少係需要去探訪呢？係咪？探訪率太低啊，得7000戶咋？咁所以可能係人手嘅問題，關愛隊已經好盡力做㗎啦。咁同埋咧，我覺得未來咧，關愛隊都要點樣協助佢哋更專業嘅。雖然佢哋拍門純粹係去了解攞資料，同埋使唔使轉介俾社署或者 NGO。咁但係咧，可能咧你拍門佢唔知嗰類人係邊一類人嚟㗎嘛。咁可能係要更專業嘅。雖然而家有培訓，但係我認為唔足夠嘅。或者社署睇下可唔可以考慮10支關愛隊配一個專業嘅社工俾佢哋，同 NGO 合作得唔得咧？咁樣又係咪？我覺得可以再提升佢哋。讓到出嚟個效果個成績都會更好咯。係嗱，有關嗰個私隱嘅問題，的確又係事實存在啊。因為部門同部門之間，基於嗰個叫保障個人私隱嘅呢個咁嘅大原則咧，又真係 A 部門都唔可以俾啲隨意俾啲料俾 B 部門㗎嚇。依家係香港嗰個現實嚟㗎，你中意唔中意都好，佢係真係咁嘅現實。當然呢一個係現實啦。係啦，咁咧你有咩建議？你有咩建議俾政府啊去打破呢一啲其實想幫人，但係又幫唔到手因為有私隱嘅保障，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呢個咁嘅私隱嘅我唔知叫做乜嘢啦，嗰個隔膜可以打破咧嚇？冇錯，嗱，其實我頭先講咗啦，因為咧無論係醫院又好、社署好、房署好等等，都會接觸好多市民不同嘅資料嘅。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定要打破嘅。我哋成日講醫社教育都要合作嘅時候，點解而家仲未打通咧？好啦。點樣可以打通呢？其實好簡單噶嘛。你成日如果大家市民如果係入會啊，入會佢梗係下低有一格剔，你願唔願意將啲資料共享去其他部門噶嘛？咁係過去可能政府部門就冇做呢樣嘢，而家可能要等佢覆診嘅時候呢，就問佢一句，或者佢填一填，打個勾定係剔與唔剔，咁樣咯。咁日後當然啦，新入會啊，或者係新接觸響用政府服務嘅市民嘅時候，嗰張表格就更加要下低要佢填啦。同唔同意啦？係咪？咁佢同意嘅咪可以共享，同埋擺入去個資料庫咯。呢個好簡單，可以做得到㗎。又或者我而家就申請入住公屋可以上樓啦。喺嗰個入住嗰個租約嗰度咧，有剔一剔嘅，你個所謂叫做如果你有困難嘅時候，你是否願意將你嘅資料俾呢個社會福利署啊？咁樣係咪啊？舉例啫。當然就未必話係困難嘅，即係。有福都得嘅，唔係咁樣。如果唔係，我做咩無端端你問我可唔可以將啲資料俾人？我做咩要將啲資料俾人啫？即係我意思話，未必係困難嘅時候，即係可能有啲福利嘅時候都可以通知佢。即係簡單，最主要係佢同意共享。李世榮啊，我正話聽完你同埋阿林素蔚講咧，我就都係有啲反建議，俾翻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咁即係話咧，我哋講咧，你話嗰段唔知你有冇聽咧？就我覺得咧有5方面嘅銜接。不過你啱啱我將你嗰個資料庫咧都歸喺嗰5方面嚟講啦。我再講一次，一個就係嗰個夠鐘啦，依家要同埋嗰個服務範圍嗰個銜接啦，即係呢個第一個要定義得清楚啦，要越嚟越放闊啦。第二就係即係關愛隊裏面嘅人力資源嗰個佈局，究竟佢有冇足夠嘅人力去處理咁多依家要處理嘅問題啦。第三個就係啲培訓資源嘅佈局嘅問題啦。第四個呢，就係關愛隊做完啦，就同政府點樣接手嘅問題啦。第5個就係跨部門嗰個好關鍵啦。咁跨部門裏邊呢，資料庫其實都係頭先講都係跨部門嘅問題嚟嘅，屬於跨部門嘅問題。咁啦，好啦，依家有5樣嘢呢，我自己睇到起碼要處理嘅，因為新生事物係好事。係咩好事呢？因為呢個係一個政府、民間同埋 NGO 可能要互相接力嘅去服務一啲有需要嘅人啊嘛。係新生事物。如果要解決呢5樣嘢呢，喺個立法會度呢，你又噏下資料庫，嗰個又噏下夠期啦，一陣間又培訓啦，搞唔掂喎。咁樣噏到天黑都搞唔掂，同埋都冇時間表嘅喎。係唔係應該你哋建議呢？政府做一個 policy paper 拎上嚟俾你哋討論，就5樣嘢、6樣嘢。有具體建議，有時間表、路線圖，係關於關愛隊
引申出嚟嘅問題，咁樣先至有得討論。如果唔係咧，即係個個人嘅建議都好好，個個人嘅建議都好具體，不過冇一個整體嘅頂層設計嘅喎。我就有個咁嘅反應，係咪你哋應該？因為依家時間好逼，你依家個試驗計劃嘅擴展就係4至6月，9月就接班，啱啱呢個續期嘅時間咧，就最好做一個回顧與前瞻嘅 policy paper。嗱，我同意嘅。而家我同意嘅喺立法會即係發表完咧，可能係相對，就算係一啲好嘅建議啊，都相對比較零散嘅。咁就算咧即係好似主持你講嘅建議啦，有份 paper 上嚟講咧，咁其實你知我哋立法會討論個發表每人嘅時間可能得幾分鐘，我就覺得當然都要珍惜嗰幾分鐘去發言去表達啦。咁但係我覺得實際你嘅建議係好嘅，咁我哋當然咧，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咧都係有個權利咧，係可以去信俾翻即係負責嘅當局，應該係民青局啦。咁睇下係咪可以就住我哋嘅建議具體一個回覆我哋去點樣去做嘅。咁其實你頭先講嗰5大範疇嘅，希望佢哋去做嘅，其實我哋喺議會剛才我講咧，係大家都有提出到嘅，可能係比較零散啲。我同意嘅，將佢集合埋交俾政府睇下點樣可以有一個全面嘅政策文件係啦，冇錯。佢仲未做唔做政策文件先咧唔緊要，佢咪起碼會回覆到俾我哋，知道我5大類你點樣行落去，點樣可能有第6類都唔定㗎，你再歸納下，可能有第6類都唔定㗎。一定會㗎，因為試點係2區，嚟緊去到18區，我相信一定係有好多優化嘅空間，一路做一路會多啲不同嘅建議嘅，呢個係好正常嘅。係阿戴校長頭先個建議好實際嘅，因為啲官員呢係以文件為本嘅做嘢。佢一定要拿住份嘢，文件為本嚇。嗰啲措施1、2、3、4、5、6、7，如何應對1、2、3、4、5、6、7？答應咗就唔可以唔做噶嘛？依家有 KPI 咁嘛？依家揾飽講咧，講完就拍下屁股走人噶啦嚇。所以係我其實咧就住佢擴展到18區嘅計劃咧，我對於即係頭先講無論關愛隊嘅人手啊，或者係真係產生咗轉介之後 NGO 嘅或者社署嘅人手，我都係有少少擔憂嘅。係因為其實咧你睇翻佢1年2區產生咗1002個轉介啦，當然我相信每個轉介個案都有不同程度，有啲簡單啲，有啲比較複雜啲去幫忙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去到18區嘅話咧，咁啲 NGO 又頂唔頂得順咧？咁因為呢個真係好似剛才你哋話齋係接力嘅。OK，關愛隊去上門係第一步，攞埋資料。OK，跟住發現咗係需要轉介嘅，就係第2步落咗去 NGO 係啦，第3個政府資源係啦，政策冇錯係咁。大家呢個鐵三角嘅配合呢，咁其實係唔能夠有一個範疇係有甩漏嘅。特別呢，跟進個案呢係比較困難嘅。點樣持續跟進？用個案嘅經理模式去跟進呢？呢個我係擔心 NGO 等等嘅人手可唔可以頂得上？好啊。嗱，另外我想請教你李議員，你咧就寫封信俾呢個福利事務委員會呢，盡快就照顧者為本嘅政策安排咧就展開討論咁樣。咁啊承住頭先戴校長嗰個建議咧，你應該對唔住，唔好話應該建議你啦，就係要求政府當局咧，社會福利署啦，就住呢個照顧者為本咧，有個政策嘅文件啊，咁但係先請你講下，你心目中嗰個照顧者為本個政策係乜嘢嘅內容？可唔可以都展示下你嘅睇法咧？好啊，嗱，首先按字面解，照顧者為本，即係呢份政策係以照顧者為核心嘅。就算係被照顧者咧都唔關係嘅，係講照顧者嘅。OK， 源於咧就係喺呢幾年咧，照顧者嘅嘅情況咧，佢哋已經去到臨界點啊，即係壓力爆煲啊，甚至產生一啲社會嘅悲劇啊！呢幾年係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實早幾年咧，我已經不斷去跟進呢個題目嘅時候，我自己個人都已經制定咗一本係照顧者為本嘅政策嘅倡議書俾政府嘅。咁但係當然啦，後邊政府佢有接受咗我裏邊嘅不同嘅建議啦。咁但係咧，好似主持剛才嘅話齋，用翻個術語就相對零散少少。佢就呢度出啲，呢度又出啲，呢度又出啲。OK， 即係我睇唔到一個可持續性係長遠係幫到呢一班照顧者嘅整體嘅政策。我就係想要一個長遠整體幫到佢哋嘅政策，唔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嗰種。係嘅，佢即係喺我哋
推動下呢，政府亦都接納咗我哋好多意見，有182、183嘅專線啦，有網上照顧者嘅資訊平台啦，而家有關愛隊啦，亦都係有宣傳照顧者日嘅一啲教育活動啦等等係有嘅。但係零散，我係擔心，喂，係咪可能係呢1-2年貨底咗之後就已經冇晒呢啲有利於支援照顧者嘅措施呢？同埋咧，呢啲都係面嗰陣嚟嘅。要支援照顧者咧，仲有好多深度嘅協助佢哋嘅。譬如我一路繼續爭取緊一個照顧者嘅認證，一個通行證。係認定翻一啲嘅照顧者，俾翻一個社會嘅名分佢哋，亦都咧可以讓一啲社會企業咧，可能履行一啲嘅責任，可能提供一啲優惠俾照顧者等等。咁呢啲係好長遠，甚至乎我嘅倡議書裏面係講到咧，照顧者係可以成為一種嘅職業嘅。呢個亦都我參考咗好多其他地區啊、國家啊，佢哋嘅成功例子，特別好似日本咁咧，其實佢哋行得係幾好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長遠嘅政策，暫時我未睇到。咁所以咧，加上咧，啱啱我入嗰封信咧，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咧，係源於今年2月份又有一單悲劇發生，所以我真係忍唔住就喺屯門蝴蝶村嗰度，即係半屍幾日咁樣，殘疾人士半屍幾日，其實係聽到大家都好心酸。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同時間競賽，盡快有一個長遠嘅政策咯。好多謝你，李世榮議員啊！